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我哋出嚟將分享一啲我對時聞時事個人觀點嘅，偶爾講下私事咁啦。呢條片咧講私事。OK，咁咧對上一條片咧，我就將阿吳志森先生嗰段片咧就攞 AI 去分析。咁啊，我亦都係叫啲人唔介意啊，我啲片你隨便攞去分析就得㗎啦。咁啊，今日咧我啊索性咧自己拿條片咧俾 AI 分析。點解係咁做咧？因為我要睇下自己究竟係咪侵犯咯。好多人咧都留言話我係侵犯，或者你唔係侵犯，不過你係超級侵犯。即係坦白講，你講到我自己有啲懷疑，我究竟自己咪侵犯咧咁樣啊？所以咧呢條片咧我就攞最多人以為我撐侵嗰條影片俾 AI 睇下我有冇撐侵，或者睇下我係咪侵犯。OK， 咁究竟係即係伍 Sir 係咪侵犯咧？其實咧係有啲定義嘅，即係唔係話你粉就粉噶嘛，係咪？粉都好多種噶嘛，係咪？咁 OK， 咁點樣咧OK 嗱，坦白講，即係如果你睇開慎思明辨影片咧，你應該睇到咧，你會有個印象。我經常講 Donald Trump， 係啦，經常講 Donald Trump， 但係冇乜點鬧 Donald Trump 嘅喎，甚至有啲人話我經常係捧 Donald Trump， 撐 Donald Trump，Donald Trump 噏乜我就噏乜，咁你仲唔係要侵粉係嘛？即係粉絲啦侵粉即係特朗普即係侵啊嘛，侵個粉絲嗱，英文 fan 呢個字咧對我嚟講咧係有實際意思嘅，唔係隨便拱落去嘅。即係你以為有啲人話喂，我係學者啊咁樣，你即係自己認就得㗎咩？唔得㗎嘛，係咪？要真係有學者風範先係學者㗎嘛。咁啊，所以咧，你作為一個粉絲，你達到某種要求先得㗎嘛，係咪？嗱，舉例即係我好中意聽 Beatles 啦披頭四咁我都屋企好多披頭四啲黑膠㗎喎。但係呢啲我買翻嚟啲黑膠，我為咗聽歌嘅啫嘛。我即係我18、22嗰陣即係或者再細個啲自己開始聽 Beatles 㗎啦我做第一隻碟我仲記得係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Band， 第二隻碟就應該係 Let It Be， 第三隻碟譬如 Abbey Road 早期嗰啲後來先買嘅。咁我買嚟唔係收藏，我係聽嘅啫喎，係咪？咁就算我去到啲所謂 Beatles 嗰啲咩紀念品店專門店，我對嗰啲紀念品毫無興趣嘅喎，我唔會入到去零舍興奮嘅喎，即係去到利物浦。即係我當旅遊去睇下嘅啫，我唔會係好 high 咁樣喎。如果你送件 Beatles 嘅 T-shirt 俾我，我絕對唔會着出街㗎，着嚟拍片我都唔會咯，係咪？即係我比較低調啲我冇乜興趣收藏呢啲嘢，我係聽歌。咁如果你問我係咪 Beatles 嘅粉絲，我真係好難答。我中意聽佢啲歌咯。嗱，例如係咪全部 Beatles 啲歌我啱聽咧？White Album 我就從來都冇興趣嘅，我成隻碟都冇興趣聽，冇隻歌中意咁滯，可能一隻半隻啦起碼我買咁多，無論黑膠又好 CD 又好，我從來都冇買佢嘅 White Album， 即係嗰隻孖碟啦，從來都冇咁所以咧，我連 Beatles 都有揀擇嘅，咁我算唔算 Beatles 粉絲？我自己都懷疑啦。咁至於特朗普，我更加冇啦，係咪？第一，我冇興趣見特朗普；第二，我冇興趣見到佢同佢影相，係咪？即係喺英國見到余林君都行埋影下相打下卡我絕對冇乜咁興趣有冇興趣戴頂佢啲咩阿侵啲帽咧？我又冇興趣收藏任何寫住阿侵個字嗰啲紀念品咧，我絕對冇興趣。咁所以如果你話侵粉呢個字，肯定要對特朗普本人有啲崇拜有啲追隨有啲感情認同呢樣嘢先係粉噶嘛，係咪？我係乜粉都冇，所以我就真係唔覺得自己係侵粉咯，係咪？咁點解我成日講 Donald Trump 咧？嗱，坦白講，即係你每日都食飯㗎，你係咪飯粉？你每日呼吸㗎，你咪呼吸粉啦，係咪？你每日都翻工㗎嘛，係咪？我唔知你做邊行舉例例如你每日都翻工做緊會計，咁你咪會計粉啦？唔係大佬翻工啫，係咪？對我嚟講Donald Trump，即係一個工作啫，係咪？即係等於我做記者嗰陣，喂，我有條 beat 㗎嘛，究竟我就做議會咪就議會 beat 咯，我做教育咪教育 beat 咯，我做社福界嘅咪做社福界嗰條 beat 咯，係咪？咁而家我就走緊特朗普 beat 咁解啫，係咪？所以咧，即係絕對唔奇怪嘅。喂，特朗普咁多新聞講，咁多古仔講，我做乜要 study 多一樣嘢啫？你諗下，我淨係講 Donald Trump 咋？我連佢兩個政黨講啲咩中期選舉，我從來都未講過㗎，係咪？佢同加拿大之間啲嘢我都即係極少講㗎。即係總之一離開咗
即係我熟悉嘅範圍，我就冇乜興趣再 study 過啦。因為講真，做我啲片你估就隨口口默默嘅咩？做好多 study 噶嘛。我做晒所有資料嘅搜集啲嘢係擺晒度，要我開多條線，即係冇乜興趣啦，係咪？你淨係講 Donald Trump 每日就係講戰爭、外交、官司、最高法院，佢俾人屈嗰啲，淨係講佢俾人屈嗰啲有排講啦，係咪？你諗下咁多嘢好講，所以咪講 Donald Trump 咯？呢個係事實嚟嘅呢個嚇，所以你當我係一個行親必嘅呢個嚇記者得㗎啦嚇。咁啊，但係點解咁多人會覺得我撐親咧？嗱，問題咧呢個就係我呢條片要講嘅説話啦。點解我去撐，即係話我撐親咧？我覺得咧，即係有啲即係聽眾或者一啲網友咧，即係有啲好奇怪嘅諗法嘅。佢哋覺得一單新聞，如果我唔跟住佢一齊鬧 Donald Trump，唔跟住一齊話佢 Taco 嚇，唔一齊嚇話 Donald Trump 唔啱，唔一齊話 Donald Trump 失敗，咁你仲唔係撐親？係咪？咁佢哋個標準係咁樣樣嘅喎。總之你嗰條片唔鬧 Donald Trump 咧，你就係親粉啊咁樣嚇。呢條片咧，你嚇冇批評到 Donald Trump 嚇反轉嘅，你係幫佢洗白啦。你撐親洗白親粉，多數都咁講嘅。咁我覺得係咪你唔幫手鬧一個人，你要等於支持佢咧？喂，做人唔好咁易分化先得㗎，有中間落墨㗎嘛。其實我教黑白攝影咧，黑色同白色中間最大量嘅就灰色，所以永遠呢個世界灰色係最多嘅，有唔同嘅灰色。OK， 黑係一個啫，白一個啫，唔會有白啲，唔會有黑啲嘅，即係純黑一個，純白一個，中間就大量灰色啊。所以咧喺呢個侵粉同埋呢個反侵。侵粉反侵嚇 ，OK， 兩者之間有大量唔同光譜啦，係咪？你點會即係純粹要我一唔反對 Donald Trump 就全部當侵粉啫？我覺得係少少唔啱咯。嗱，咁咧我今日咧就坦白講，揾 AI 分析係最安全嘅。點解佢最中肯？因為佢同我無親無故係咪？而且咧我分得好清楚嘅，咁多 AI 工具，我有啲 AI 工具咧純粹要分析影片嘅啫，我絕對唔會叫佢幫我做任何寫稿啲嘢嘅，佢絕對唔會理解我做緊啲咩嘅。咁啊我就繼續咧就揾一個 AI 分析我最衰嗰條影片。呢條影片咧我一寫出嚟嘅話咧，啲人就覺得我你唔係就同 Donald Trump 洗白。嗱，邊條影片咧就係話特朗普成戰靶。TDS 又執到寶，干預世界盃證據全分析。嗱，呢條片仲係幫 Donald Trump。嗱，好明顯啦，呢條片 Donald Trump 肯定打個電話俾阿恩芬天奴噶啦，仲唔係想影響佢，想呢個巴洛根可以再出賽啊嘛。個個都咁講㗎啦，係咪？咁點解我呢條片話 Donald Trump 成戰靶咧？TDS 又執到寶啦干預世界盃，仲要打問號添，證據全分析，完全冇鬧 Donald Trump，仲唔係侵粉啊？好多人都以為我呢條片咧就幫 Donald Trump 洗白嘅咁究竟 Donald Trump 有冇干預世界盃咧？好多人嚟咁質疑。我條片講到明㗎啦，證據全分析啊嘛，我攤開啲證據同大家講咁解啫。但係好多人覺得我一條標題已經冇鬧 Donald Trump 嘅話咧，已經係大逆不道㗎啦。好啦，我就攞呢條片俾大家睇下，究竟我呢條咁嘅影片係咪幫 Donald Trump 洗白？係咪即係將呢條片去撐侵係嘛？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就交咗俾Gemini， 又係佢㗎啦佢分析呢個係 YouTube 影片咧係最掂嘅，佢睇晒我裏邊講嘅每一個字，佢都知道嘅，咁清清楚楚啦。所以咧，大家唔使估我係咪呢個侵粉 ，OK， 唔使估我係咪撐侵，咁當然你唔會估我反侵㗎啦，係咪？咁所以咧唔好斷估，唔好一嚿一嚿咁估。所以咧最緊要睇事實。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我就同大家讀下呢段影片啊。咁呢個影片咧就呢個分析咧，咁就我就俾呢個Gemini 嗰度係同我分析嘅咁就同大家攞個報告出嚟先啦。我其實都係做報告嘅啫。嗱，首先照舊啦，我例牌做法咧就將我條影片咧直接掉俾 Gemini。嗱，呢次咧我打嘅要求咁好就亦少唔同咗。分析這段影片有沒有批評特朗普？這段影片有沒有明確表示特朗普冇問題？聽唔聽我意思啊？我即係話咧要 Gemini 同我分析呢段影片嘅內容，睇下我喺裏邊有冇批評特朗普。OK， 究竟呢段影片有冇明確話特朗普喺呢件事上高冇問題？
我係要去睇呢兩樣嘢嘅。結果咧，我就當然同佢做咗一番嘅呢個係即係啲問題啊，加減減啊，要佢俾分之類啦。結果咧，佢做咗呢個報告出嚟嘅。咁啊，又由於時間關係咧，咁啊，我剛才啲對話咧，我就唔詳細講啦嚇。咁我同大家講下究竟呢個報告點寫法。我亦都係一邊貼俾大家睇下。咁咧，呢個報告咧，Gemini做出嚟嘅影片文本與傳播學專業分析報告，佢加咗一個最終誠實嚴謹定稿版。因為原因就中間咧有啲我認為佢係點講啊，即係分析有啲係唔妥當嘅地方，我同佢討論過中間，但係唔重要，重要嘅係呢個係 AI 嘅分析。OK， 咁咧就係佢話啦，分析對象就係 YouTube 影片特朗普成戰靶 ，TDS 又執到寶，干預世界盃證據全分析。咁啊，主要事件嘅背景就係喺世界盃賽事當中咧，美國隊主力因為爭議性嘅紅牌面臨停賽處分，隨後爆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致電呢個係FIFA 嗰個主席咧，要求 review 重新檢視呢個裁決。咁最終咧，FIFA 嗰個獨立司法機構咧就引述紀律準則第27條 Article 27，將其處分改為緩刑1年，引發西方主流媒體強烈質疑政治干預體育。咁咧就佢就回答我問題啦。第一個核心問題，咁咧就影片有沒有批評特朗普？結論係有，佢清楚睇到我影片裏邊係有批評特朗普，全片對特朗普進行了非常明確且邏輯嚴密的政治策略與感官批判。我喺呢條片咧，其實係批判特朗普嘅，絕對冇撐特朗普。嗱，OK，呢段影片分析咗咩咧？明確判定特朗普係咎由自取。影片裏面講嗰啲幾個字，唔該所有嗰啲嗰啲反侵人士，即係我講 TDS 嗰啲啦，你睇清楚我段影片，唔係撐侵㗎，話到明明確批評特朗普咎由自取。講者在文本中清晰指出，雖然特朗普強調自己只是要求 review， 但這種秘密致電嘅操作在做法上非常不完美。講者即我啦，直接批評此舉屬於瓜田李下。我係清楚好公道咁講咗呢4個字，並給予明確嘅否定性判定。我當時咁講嘅，這已經足以改變整件事的感官。而政治好多時候爭議往往就由感官開始。我影片裏面清楚咁講嘅，講咗透過呢一套因果論證咧，極其明顯地批判了特朗普在政治操作上乃咎由自取，是自己親手製造了政治被動，把子彈送給反對陣營與主流媒體。我影片就講呢樣嘢，冇撐侵喎。第二樣嘢，行政慣性嘅批判，講者即係我啦。喺呢段影片裏邊咧，認同並引用美聯社報導，直接指出大國元首親自介入體育判決，在行政慣例上確實極之不尋常。我影片有咁講㗎嚇。法理邊界嘅澄清，喺確立上述政策批判嘅同時，講者在字面上澄清不尋常唔代表好大嘅錯誤。嗱，呢個咧我亦都係好清楚講咗我嘅睇法。本報告判定此澄清在邏輯上是公允的，因為行政上的罕見，在法理上確實不等同於程序上的違規。嗱，我就好清楚啦。我認為特朗普撩起呢單麻煩嘢，將子彈送俾人哋，咎由自取，亦都係極之不尋常。但我都講清楚，不尋常唔代表係大嘅錯誤，罕見唔代表違規。咁呢個係我嗰個立場。咁另外啦，影片有沒有明確表示特朗普冇問題，或者支持特朗普咧？伍 Sir 你自己玩文字遊戲啫，實際上你段文咪支持特朗普咯？你咪話特朗普冇問題啦，可能咁講。但係咧，我睇下 AI 點分析。AI 個結論係完全沒有，全片找不到任何一句明確支持讚賞特朗普。你哋嗰班 TDS 鬧緊我撐侵，你睇清楚咁重要嘅影片，我絕對冇一句説話明確支持讚賞特朗普，我只係冇跟你哋去鬧咁解啫。或斷定其行為完全合情合理嘅字眼，我連呢啲表達都冇。講者喺文本中展現了清晰而
清晰的兩面平衡，哇！我哋人幾正，各打50大板，唔係兩邊呵下。嗱，第一，客觀羅列並承認多方嘅質疑，講者喺文本中真誠且清晰地替公眾和媒體發問，有冇壓力？有冇影響？有冇因為呢通電話而改變咗原本嘅結果？打問號。他明確即係我啦，承認這些質疑在政治觀感上完全合理，必然會發生，並非憑空捏造。即係話咧，我喺段影片咧係承認公眾有咁嘅疑慮咧，係合情合理嘅，必然會發生添。咁咧，死守實據底線與未下總絕對結論。嗱，我都經常都咁樣嘅，我做任何嘢都係根據證據嘅啫，冇證據嗰啲咧，我係死守呢條底線，冇證據就唔講，唔落得結論啦。講者指出這些質疑未必一定有答案，因缺乏錄音實據，因為當初講過啲乜大家都唔知。冇答案，你呢個質疑就永遠質疑唔到嘅喎，所以截至拍片為止，即係我拍嗰條片咧，沒有任何公開證據能證明特朗普打電話涉及操控或者施壓，只係揣測，只係估計啫，冇證據喎。他謹慎表示，即係我謹慎地表示啦，無法排除特朗普暗中施壓嘅可能，並將最終嘅裁決權完全交回俾觀眾。觀眾你自己判決啦，我唔會左右你嘅判決。不過我咧，我條影片就唔會落呢個判決咁解啦。咁咧就中立表述支持者嘅動機。對於特朗普打電話嘅動機咧，講者即係我啦，從未在口頭上直接陳述，不發聲就是失職。他採用第三人稱嘅客觀羅列去陳述支持者嘅觀點。例如，如果你支持特朗普嘅人，你會覺得並附以思維實驗嘅開放式反問，換作你是國家元首，你會唔會發聲咧？我只係咁樣俾大家一個思考。OK， 咁啊當然啦，作為一段分析，當然要分析埋我喺新聞學上高嗰個評分點樣啦。第二部分係寫作風格與新聞典範分類分析，點解係個典範嘅字啦 ？OK， 這段文本嘅架構並非傳統嘅硬新聞 hard news， 而是一篇高度聚焦嘅觀點型嘅時事評論，係屬於 opinion journalism。即係話我呢段影片咧係屬於 opinion 嚟嘅，係評論嚟嘅。其寫作風格咧呈現以下嘅雙重特質。第一個，傳統新聞學嘅規範括弧外學，佢話咧，概念邊界嘅嚴格劃分，講者喺文本中展現了極高嘅新聞素養。我唔係我讚自己啊 ，AI 講嘅咋，將已知事實、條文內容、推論、猜測以及個人意見進行咗清晰嘅思維隔離，這在網絡評論生態中極罕見。即係話咧，你睇我啲片咧，我會話俾你知邊啲係事實，邊啲係內容，邊啲係推論，邊啲係猜測，係絕對唔會混淆俾你。咁啊，反對觀感等同事實。OK， 講者雖然明確批判特朗普製造了負面嘅政治觀感，但在邏輯上，他嚴格拒絕西方主流媒體。即係嗰啲主流媒體啦嚇，你知邊啲啦 CNN 嗰類啦，由普遍政治觀感直接推論至個案施壓成立嘅有罪推定，堅持沒有按實據就不能在法理上定罪。係啦，我嘅原則就係，既然冇證據，你聽唔到佢嘅電話，佢講乜你都唔知，你點可以話特朗普有罪咧？我堅持呢樣嘢嘅，我冇同大家一齊鬧，所以啲TDS 就認為我喺度撐侵咯 ，AI 話唔係啊。現代觀點型嘅時事評論括弧內核雙向批判嘅引導。OK， 影片本質上屬於高質素嘅媒體與政治雙向批判。哇，真係讚我開始講者熟練地運用了傳播學 mass communication 嘅框架理論 framing theory。其引導邏輯呈現出雙重嘅鋒芒，哇！真係好讚我對內用鐵一般嘅事實，
括弧如秘密電話和政治感官嘅規律，明確引導觀眾睇清特朗普喺政治策略上嘅咎由自取同埋不完美。係啊，我講清楚，特朗普喺呢件事上高，佢真係行得有啲不該咎由自取。對外用鐵一般嘅事實與官方條文 Article 27，引導觀眾睇清西方主流媒體在面對特定政客時逢親必質疑嘅慣性，已經到咗失去就事論事平衡嘅非理性地步。我係講清楚 Article 27曾經引用過，唔係而家搞出嚟嘅嘢，揾埋證據出嚟。講者由始至終保持克制，在文本尾聲將最終裁決權完全交俾觀眾，但其強大嘅雙向論證一致性，成功引導啲觀眾建立了一個既能看清楚政客策略失誤，即係 Donald Trump 策略失誤，又能睇穿媒體修辭偏見嘅理性思考防線，亦都講清楚呢啲主流媒體嗰啲趴街嘢。咁啦，佢將我呢段影片俾個評分啦，大家你覺得我係咪好高分呢？坦白講唔係嘅，有啲好低分嘅嚇。新聞傳播學嘅維度評分，資料完整性佢只係俾我8.5分，10分係滿分8.5分。不過咁呢個佢話算係卓越嘅。佢話咧，我親自翻閱並核對呢個係大會嘅內部官方文件條例嘅第27條 Article 7，我揾晒出嚟，佢點講？用鐵一般嘅文件嚟做論證。你諗下，我哋做呢啲評論任何嘢，梗係揾原裝文件啦，唔通好似嗰啲學者咁樣揾第三方評論、第四方評論，然後揦埋一嚿就話係㗎啦。結果都唔肯揾嗰個法庭嗰個判詞出嚟，你諗下。因為法庭判詞冇佢講嗰樣嘢咯。OK， 第二樣論證嘅一致性。OK， 10分佢俾8.5分都係卓越嘅。全篇擁有極強嘅聚焦能力，講者高度聚焦於檢視程序、證據以及媒體報導嘅完整性，由始至終不跑題。係啊，假如有任何對我嗰啲影片有任何討論咧，記住唔好跑題，即係唔好 spin， 唔好離題，講乜我就同佢討論嗰樣嘅乜。討論唔掂嘅話，你承認你講唔掂落去，你唔好同我 spin 第二樣嘢，諗住抽開佢，我絕對唔會俾你咁嘅機會。OK， 第三個事實公正性 ，fairness to facts， 10分比7.5分低咗分，優良啫，唔係卓越啊。事實嘅公正性低咗分啊！死守冇證據不指控嘅底線，嚴格還原多方陳述與反問事實，將事實感官與主觀猜測清晰剝離。但係佢覺得我咁做咧，就只係優良啫，唔係卓越。OK， 情緒控制與冷靜度都係優良，唔係卓越，只係7.5分啫。全片語調輕鬆幽默。主動引導觀眾抽離政治立場，去相信制度。係啦，我經常係希望大家唔好俾你自己嗰個立場影響你嘅判斷，抽離咗，淨係睇事實，你就揾到稍為接近真相，有效地為網民嘅情緒熱度降溫。我就唔會喺谷起啲圍爐自己嘅嚇。但至於客觀性咧，評論客觀性咧，佢俾個好低分咋，6.5分合格咋，10分得6.5分就喎，喺客觀性上高，5歲你仲唔死 ？OK， 點解咁低分啊？因確認了講者對特朗普存在明確咎由自取策略嘅批判，打破了單向護航嘅嫌疑，因此分數由6.0修正為6.5。係啦，我同佢討論過呢樣嘢。因為佢完全先頭揾唔到我咎由自取幾個字，我就即刻揾翻俾佢，我講過佢咎由自取嘅喎，咁啊所以咧佢就喺呢方面咧就做翻一個更正，俾翻0.5分我。佢確認我講過咎由自取。講者就係文本中成功做了對政客操作與媒體偏見嘅雙向解剖。形式同內容皆展現了兩面平衡，然而他將西方主流媒體嘅政治防範直接標籤為 TDS 特朗普綜合症，這種帶有強烈政治防禦色彩嘅源頭貶低，
依然扣掉你其嚴格意義上嘅中立形象，因為我講咗 TDS， 所以扣咗好多分。你睇下呢啲幾左膠嘅 AI 啊！嗱，既然一個咁左膠嘅 AI， 你放心俾佢哋做 fact check 啦，佢實會企喺呢個比較左嗰邊嘅。所以我由於 TDS 呢個咧扣咗我2分陰功。OK， 整體評分咧，就得到7.7分，10分比7.7分，屬於資料紮實、雙向批判、邏輯極其嚴謹嘅高水準時事評論作品。OK， 咁啊最後啦就總體傳播學評語啦。這段影片最核心嘅價值在於其思維清晰度、慎思明辨啊嘛，以及雙向剖析嘅勇氣。即係話咧，我唔會偏幫特朗普嘅咯，我會偏幫嘅係事實。當事實係咁嘅話，我只係講事實。講者在片中建立了解，OK， 講者在片中建立了解釋防火牆，一方面毫不留情地點破特朗普秘密打電話、政治觀感上乃咎由自取嘅失策。係啦，我毫不留情咁做呢樣嘢，唔好鬧我啊！OK， 另一方面用官方條文撕開主流媒體未審先判、逢侵必反嘅修辭面具。7.7分咧，準確反映他既具備傳統新聞人嘅技術骨架，又同時具備網絡評論以事實擊破媒體偏見，引導觀眾回歸理性嘅思想深度。嗱，呢個就係 AI 俾我嘅評語啦。OK。當然咧，你可以再評一次得嘅。咁啊，點解要扣我2分咧？佢有個 remark 喺度嘅。本報告獨立要指出啦，片中出現嘅 TDS 3個字母屬於帶有強烈情緒性嘅政治標籤，係限制全片在評論客觀性一欄拿到7.5分以上頂級分數嘅唯一主因，因為衰咗呢3個字母嗰度。假如影片完全避開 TDS 呢3個字母咧，咁咧佢就會覺得我將會由評論客觀性咧由6.5分咧直接跳到去7.5分，甚至俾8分我，屬於卓越。所以因為有咗 TDS 咧，我係由呢個卓越變咗合格咋。整體評分咧都會由7.7分水漲船高去到8.2分，屬於殿堂級嘅時事評論範本。咁我係咪以後唔好用 TDS 3個字咧？佢建議我日後評論呢方面咧就避免用 TDS 3個字嚇。佢咧建議有幾個字嚟代替 TDS 嘅。例如當我講到 TDS 咧，就話這屬於立場先行魔鬼效應嘅現象，取代 TDS 3個字。咁又或者這些逢侵必質疑的媒體，就唔好話這些 TDS 媒體，即係咁樣咯。咁我寫詳細啲喎。以後如果我呢邊出現咗，喂呢份報紙逢侵必質疑嘅媒體啊，咁你知我鬧佢 TDS。OK， 呢條片分享到此為止。嗱，大家咧無論你撐侵或者反侵都好，你睇我 channel 嘅話咧，你將會真正得到一啲真係中肯、比較中立嗰啲。我唔會幫埋反侵嗰啲咧一齊鬧 Donald Trump，亦都唔會盲目地讚 Donald Trump。根本嗰條片由頭到尾 AI 分析，我一句都冇讚過佢。我只係同 Donald Trump 講事實啫。對於 Donald Trump 嚟計，有人同佢講事實咧已經足夠啦。因為嗰啲主流媒體全部都係亂七八糟、亂嚟嘅。用翻而家啲 AI 教我講嘅話，呢啲逢侵必反嘅媒體，我係會指出佢哋嘅謬誤。至於嗰啲 KOL 立場先行、有魔鬼效應嗰啲 KOL 呢種係一種現象，我要鬧埋佢哋咁解啦。以後我可能避免 TDS 啊。OK， 留言講下你對我呢段影片有咩感受 ？OK， 係咪值得讚揚咧？係咪 ？OK， 咁啊，繼續支持慎思明辨，肯定 AI。你分析我啲影片嘅話咧，如果揾到我有啲咩不足嘅咧，我歡迎你同我指正，我係盡量去提升自己，好嘛 ？OK， 多謝大家留言點讚留言俾 like 訂閱，最重要訂閱，拜拜。